2008年11月，陈云林访台，7、8位民众站上林口文化2路路桥，悬挂国旗，对陈云林呛虾。远警到现场驱离，不止肢体推挤，还强抢民众手中国旗，甚至当场折断。为什么要把国旗破坏掉？上级交代吗？为什么要破坏国家的国旗？组员毁损国旗的情形，你要没有毁损，没有全程拍下来，没有，那个是拉扯之间。画面会说话，明明被媒体全程目击，警方还想否认撇清。中华民国的警察竟然带头毁掉中华民国的国旗，军警的忠贞教育到底都学到哪里去？但反观中山北路这里，这群号称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民众，却可以大剌剌地举着中国5星旗迎接陈云林车队通过。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上，执法人员保护中国国旗，却公然毁掉自己国家的国旗，这根本是带头违法。那再来看看这个状况，他把国旗收起来好不好？因为这也是公共场所，国旗是我们国家的呢。你告诉我收国旗的理由，你告诉我一个理由，我收。公共场合不能拿台湾的国旗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连女警都被问得哑口无言。中华民国的国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挥舞国旗，居然要被警察驱离。你妨碍公务，你妨碍公务，我要告你。你在那公务嘛？你还在妨碍公务？你不要说动我。你是马上就来动嘛你啊？人都跟出来啊那里啊！我们一定把必要的菜啊，金华酒店的，华营业。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哦，我们常常来金华酒店呢。金华酒店要告法公美山来，告法公。警方粗暴的动作惹火了蔡同荣，好不容易进入金华酒店，一边喝咖啡，却一边被警方监视。我真正咧坐，你来看警察只要咧讲。他表达台湾人应该讲的话，讲的心声。我字还没有喝完呢，你当什么？了解一下啊。民进党莫名其妙。被大批警方包围，民进党立委完全无法逾越雷池一步。什么看啦？我管什么罪啦？你管什么罪啦？把我们抓起来嘛！一阵拉扯，优势警力动手推人，结果立委蔡同荣挂彩，嘴巴满是鲜血。你话什么罪吼？到警察局拿去安一所在，大家闯开都袂闯开啦。你是总指挥官呢？你咧读册较听。怎么对你多粗暴？就无意思，讨厌就想哦，你真讨厌哦！我犯什么罪？我办理，你信不信我办理？啊？我们在执行公务，警察怎么样？不准学生靠近陈云林用餐的餐厅，这批穿着便衣的远警不仅把来抗议的学生团团包围，还大声斥喝。我要8码路，你给我8码路。你认识我？带回去。带走。两个带走。尤其他们在干扰学生的时候，依照集会游行法，他们警察应该举牌3次才可以驱赶。他执行勤务的时候，他领的是纳税人薪水，不是拿中国高官的私人保镖的薪水。是不是请我们立法院将所有警政署的预算跟这个单位全部裁撤？因为我们不需要了，直接请中国公安来好了。同样是国旗，真的是中国的比较大，让公务人员可以连国家尊严都不放在眼里。对照马总统一再强调的两岸对等关系，看来格外讽刺。马英九一切都是为了选举，只有在选举的时候，你才会想起这面国旗，又要用它来骗选票。陈云林来台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刚刚看到，除了警察强制抢走旗帜之外，也还发生伤害人民的事件。我记得有一位女性同胞她甚至在警察把她的国旗给抢走的时候，让她的手指折断。